普通人同 supermodel 最大嘅分別，其實好多時候係差咗一條好清晰嘅下顎線嘅咋。我係真係有一個好深刻嘅體會，因為 PG 係幫咗好多嘅用戶從咁樣樣變咗做咁樣樣嘅。好多人以為嗰個下顎線咧就係一個側面嘅一個問題，但係其實咧當下半邊面個支撐力變得更加強咧，係正面成個輪廓、面部嘅立體感咧係都唔一樣嘅。而家好多人啦，長期咁樣低頭睇手機、寒背啊、頸部前傾啦，令到下半邊面咧長期處於一個比較緊繃啦、下沉嘅一個狀態。所以真正嘅輪廓管理咧，我哋應該由頸部去到下半邊面咧，重新去建立嗰個支撐感嘅。嗱，我哋光拉提咧，其實就係想做呢一種嘅深層輪廓管理。面頻嘅微電流咧，其實每秒可以刺激肌肉運動咧高達500次，配合住一個按摩嘅滾輪咧，幫助重新激活長期好低活動啦、鬆散啦下半邊面嘅一個肌肉狀態嘅。嗱，我哋再加埋光子嫩膚嘅技術 ，NIR 係可以深入去皮膚嘅真皮嘅一個深層，去刺激新嘅膠原支撐個整個結構嘅生成。再加埋 FIR 可以喺深層咧形成一個溫和嘅熱能，增加 NAD 加，提升成個細胞嘅活性。再加埋紅光嘅修護啊，可以改善皮膚表層嘅一個粗糙啦、細膩度嘅，一層一層咁樣重新整理下半邊面同埋頸部嘅一個結構，令到失去一個支撐力嘅輪廓咧，重新要托起嚟，幫助翻咧成條下顎線咧要持續一個收緊啦、重整嘅一個狀態。嗱，如果對光拉提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直接 message 我哋有專業嘅顧問咧去解答你嘅問題嘅。